出埃及記第7章記載，雹災降臨。耶和華命令摩西舉杖向天空，隨即狂風雷電夾帶冰雹從天而降，擊碎田野、樹木和牲畜。古埃及敬拜天空女神努特與空氣之神舒，以為天空係庇護同生命之源。但係當神嘅審判降臨時，天空唔再保護人，反而成為審判嘅工具，彰顯造物主掌管自然同氣候嘅主權。神學意涵清楚，人對自然嘅控制只係一種幻象，真正嘅掌控來自神，而唔係技術或偶像。從歷史文化嘅角度，埃及農業高度依賴尼羅河水同天空降雨，農田風協直接影響糧食供應同社會秩序。祭司與法老自癒能與神靈通訊，掌控天氣同季節。但係冰雹災嘅降臨，使到佢哋嘅偶像同權威失效，亦揭示人類文明對自然嘅傲慢。當冰雹毀壞田野同樹木，埃及社會面臨資源衝擊，人民無法自保，偶像嘅保護成為咗虛幻嘅迷夢。對現代嚟講，咁提醒我哋，氣候控制、人類主宰自然嘅幻想，都係對造物主秩序嘅無視。工業擴張、資源開採同科技創新，若果忘記順服神嘅法則，最終可能受到天災或自然反撲嘅警示。屬靈層面，冰雹災揭示人心對掌控嘅執着。當人生藍圖或者計劃被打亂，我哋會唔會埋怨神，定係承認神嘅主權？好多人將安全感寄託喺計劃能力、人生安排同未來掌控上，認為只要順利，一切皆可掌握。但係冰雹災教導，順服神唔能夠只存在喺順利嘅時候，真正嘅順服係喺計劃破碎、環境失控嘅時候，仍然倚靠佢。人若然只係接受照我意思嘅神，就錯失咗屬靈成熟嘅契機。冰雹同時象徵受造界自身嘅審判力。當人類傲慢地以為能夠完全掌控自然，天空、氣候同生命節律會反向提醒人類，造物主先至係掌控嘅根源。同樣亦延伸到個人生命。當我哋面對唔可以預測嘅挑戰，若果能夠承認無法完全掌握，將心交託俾神，
靈魂先能夠喺風暴中穩固。冰雹唔單止摧毀作物，亦摧毀人心嘅自我中心同傲慢，促使信徒將自己嘅身份重新定位。我哋唔係天地嘅主宰，而係造物主所看顧嘅被造者。第七災教導我哋，自然、人生同未來都係神手中嘅畫布，偶像同計劃只能夠暫時提供安全感，但無法替代神嘅掌管。信服神，承認有限，依靠主權，係喺唔可以預測嘅環境中保持平安嘅智慧。冰雹嘅毀滅提醒人心回歸造物主，重新找到那最初的光，讓生命在風雨與雷霆中仍能安穩，彰顯真正屬靈自由與信靠的深度。